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警醒。毋知影咱有是毋是有感觉啦吼？因为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发明了后，有侪生活的形态拢改变。过去伫台湾，若拄着风台啦，或者是地震啦，这个报道，逐个人拢爱目睭紧紧看电视新闻啦吼。后来较进步小看，就有迄个走马仔灯吼，随时有这紧急的报道，就会对遐走出来。最近几年，大家可能有感觉，手机定定有迄种真紧急的响声，安尼吼就咱咧讲的国家紧急通报。牧师拄到美国的时阵，常常互即种的通报惊着吼，因为介大声嘛一直安尼咧叫安尼吼。无论是自然的天气的改变啦，吼，譬如讲淹大水啦，有迄个野火咧烧啦，或者是讲伫加州正有一个叫做Santa Ana Wind 吼，即种真大的风吼，临时的这大风，有即种的国家级的通报，这就是一种的警告啦，吼，就是讲，互人民袂抵到伫毋知影的情形，走去迄种有紧急状态的所在去，遭受危险。甚至有一寡其他的代志严重甲，比如讲犯罪案件啦，亲像掠人、绑人、绑囡仔啦，吼，警方咧掠歹徒啦，吼，伫这路咧入啦，吼，也是这围捕枪击要犯等等的时阵，警方嘛会对即种的系统来发出紧急的即个警报。除了互即个人民有警觉性以外，也毋通透过安尼系统，互所有接到的人拢会当成做除恶的即个帮站吼，甲即个因的目睭安尼吼。伫圣经搁较早期的时阵，无有手机，无有电视，无有收音机，吼，嘛无有普遍的文字来传讲。迄个时只有上帝话透过先知来教导、来提醒人民。只有迄个听见警醒的人，愿意信仰上帝，互上帝应允才会当来落实上帝祝福，来变做真正，临到伫伊所爱的人的身上。亲像咱看见旧约撒母耳的妈妈汉娜一样，当伊心内忧闷的时阵，伊就向上帝来祈求，并且决志要将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恩典来奉献给上帝。咱反倒转来看，有一人，甚至有一未少的基督徒，却拢将所领受的恩典归类伫家己的成就。有一个笑话是安尼讲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，常常都爱外出啦，吼，无论是法庭还是去办代志，伊定定找袂到车位啦。有一天吼，伊伫迄个目的地到了吼，坐2轮，结果无啦，就祈祷讲上帝求你互我今仔日顺利啦，有停车位，吼，我的时间会赴啦，吼。结果祈祷了后，果然去看到路边有一台车特别开走，伊就随时甲上帝讲，祈祷安尼讲，上帝毋免用你我家己已经找到车位吼。像即种从来袂晓知影爱感谢功劳，永远是家己的，
感觉家己上有困难的即种的人，其实是袂少的啦吼。比如讲像基督徒，有领受着上帝恩典，却袂晓即个月定奉献啊、感恩奉献，安尼嘛是共款啦吼。咱来当含汉仔共款，为着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感谢的话，咱的生命就会大大的得到福分蒙恩。咱看见圣经讲，汉仔祈祷讲，上主互我的心内充满喜乐，上主互我会举头起来，吼，无我即个对敌来发笑，因为上帝帮助我，互我快乐。只有上帝的圣神，除了伊以外，无有别个圣者。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，你毋免搁发天空的声音，你毋免搁讲天空的话，因为上主伊是知影一切的上帝。伊审断人的行为，勇士会经压长，软弱的人变成做强壮，富足的人反倒当食乐乐。枵餓的人无搁再枵餓，无生育的太太生7个儿女，多产的老母失去伊所有的子女。上主会互人死，也会互人活；伊互人落阴间，也会互人搁倒转来。伊互一寡人丧香，一寡人富足；伊也互一寡人卑微，一寡人尊贵。伊对恢复的中间来提升困苦的人，伊对粪堆的中间来高举丧香的人。伊互因做王水的同伴，互因得到荣耀光彩。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，伊伫顶面建立着世界。如果基督徒拢会通安尼，上帝就无需要经常警告咱，因为咱家己就会通知影，就爱警戒咱家己啊。咱看见洗礼约翰的工作，也就是一种警醒、警告、提醒、教导。因为当这时的人离开上帝，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，甲当这时的人讲，圣经记载，约翰对因讲：恁这的毒蛇，上帝审判伫要到啊！恁掠做，恁会当得闪吗？就爱用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。毋通掠做亚伯拉罕是恁的祖先，就会通得闪审判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摕这的石头，为着亚伯拉罕做出子孙来。宝头已经放伫树根顶悬。既然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拢要斩掉，等伫火呢。可见当这时的人是背离上帝，得罪上帝，并且想要用洗礼约翰的洗礼来闪避上帝的处罚。但是安尼算盘是袂通的，因为无愿意悔改来上帝的人，是无法度得到救恩的应允。洗礼约翰安尼讲，伫圣经的记载，约翰行遍约旦河一带的地区，宣扬讲，恁着爱悔改，着爱接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，亲像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。伫旷野有人喊休讲，为着上主批判伊的道路，修直伊要行的路径。每一个山谷拢得爱屯边，
大山小山拢着爱写互边，弯巧的路径着爱修互直，崎岖的道路着爱写互平。全人类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，全人类拢要看见上帝的救恩，拢要领受上帝的救恩，但是拢着爱被更新，才会当归回伫一个上帝的正道顶悬，伫逐方面会当被警醒，用听来三款待。用谦卑来服侍，约翰就是安尼的一位上帝的仆人。因为当初时的人拢掠做伊是基督的时阵，伊却诚实并且谦卑来甲因讲。圣经甲咱记载甲咱讲，人民满满的期待，大家心内咧猜想，无得确，约翰就是基督。因此，基督约翰就甲因讲：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但是有一个能力比我较大的来，我就是脱伊脱鞋仔也不配。我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，伊手内底摕着粪箕，麦来清去锅仔场，将麦收入去仓库。滴到遐个粗坑，伊要用永远袂花的火来烧掉。约翰人民来传福音，用济无共款的方式来考劝因。咱呢，是毋是听见上帝的警醒呢？或者是咱犹原做咱咧做咱咧行？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伊赏赐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透帮受关押的人。上主互痴迷的为看见，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罪人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，上主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。称赞上主，恳求上帝帮助阮随时被警醒，互阮会通即时调整阮军队上帝的脚步，互阮会通蒙恩得救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